来看普丁伫去访问北韩进前，有几十个北韩的阿兵哥下过南北韩的军事分界线，随后南韩开枪甲赶互走。这南韩军方是表示讲，北韩的军队伫非军事区待地雷的时阵发生爆炸意外，有几十个这个北韩的军人伤亡。 우리 군은 북한군의 활동을 면밀하게 추적 감시하고 있으며 확고한 군사 대비 태세를 유지한 가운데 유엔사와 긴밀히 공조하고 있습니다. 南韩的军方表示，昨早起8点半左右，有20到30个这个北韩的军人伫军事分界线附近咧作业的时阵，有踏入去南韩的范围，大概是20公尺，所以南韩就随公布，而且嘛开枪赶人，也因为这个非军事区内底这草啊是发甲真长，而且标示也无够清楚，所以北韩人是定定拢行唔着路。另外，这北韩最近是一直伫非军事区内底来 保强防具设备，也毋过是因为无注意，煞去踏着家己所带的地雷，造成几廿个人伤亡。南韩讲，在北韩这款防具的动作，可能就是要来强化对北韩的控制，来防止因逃走过去南韩。